基比病院眼科部主治医师黄维佑指出，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目前是台湾的年长者失明、正常看的原因。65岁以上的长者，每10位就有1位有黄斑部病变的问题，盛行率大约1成。如果无治疗，超过60%的病人会伫个70岁时完全来失明。不过，随着3C 用品的盛行，黄斑部病变嘛哪来哪年轻化，尤其甲现代的生活形态、环境拢有关系。黄斑部病变，它其实大部分民众听到的大概都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哈。那老年性黄斑部病变，它其实都是跟年纪有关系，也就是年纪的退化所造成的一个疾病。那这个黄斑部病变呢，可是我们在近年来发现说，它有逐渐往下探到一些年轻的族群，20-30岁的一个青壮年的一个人口也开始逐渐发生这样黄斑部的疾病。那甚至一年都会发生过大概有1例到2例就是那种大概10几岁的青少年，他们也有这样黄斑部的一个疾病出现。所以近年来这个疾病一直有年轻化跟普及化的趋势啊。所以想要跟大众就稍微卫教一下说，这个疾病不可以轻忽因为它越早治疗，它的效果就会越好。那如果你拖太久，大概拖了3年之后，等到这个疾病它已经变成结疤结痂了到时候怎么治疗它其实都没有什么帮助医师表示，黄斑部病变的初期症状有可能路缘的直线或者是走牌看起来歪歪，拄开始中会模糊，后来看物件会扭曲。医师强调，如果确定黄斑部病变，一定要量早治疗，这样的阻止视力继续来恶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